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涵，欢迎再次收看《厨娘香 Q 秀》。今天节目里呢，我们邀请到呢谚语张老师来跟全球的观众朋友分享呢这个好吃的凤梨酥。但是呢，它不叫做凤梨酥，它叫做招财进宝包哦。因为要把凤梨酥的样子呢做得像我们这个元宝一样非常非常可爱哦。我们请谚语欢迎。全球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谚语。好，谚语今天呢，第一道要做的就是大家都很爱吃哦，老外也很爱吃哦，凤梨酥，台湾最有名的这个伴手礼哦，凤梨酥哦。但是今天我们做的形状比较特别哦，我们来请谚语呢来操作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凤梨酥。好，今天它外表不是一般的四角形，它是一个像元宝形的概念，还用手去塑形的。我们材料就是很简单，一样我们的粉放在桌上。谢谢你。然后一样呢，挖出一个粉墙，加入我们的蛋黄液。好，谢谢。还有我们的蜂蜜。哦，用蜂蜜哦，对，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食谱哎。因为蜂蜜的话，它的整个隔天回软恢复的动作会更明显，而且它味道会把整个食材融合在一起。我们台湾人喜欢吃凤梨酥是那种入口即化、软软的。我这个特性是外皮是酥的，里面是松软的。哦，那我最喜欢吃这样的凤梨酥了。我最怕那个凤梨酥的外皮很硬。对，那个很硬的模式很多种，譬如说没有打发，还有说烤的比较久会比较硬。好，这些食材呢全部都下去。一般呢我们还会先把它打发，但是我这种做法会比较不同，它全部把所有材料那个混入之后呢，搅拌均匀就可以了。还有我们的这个南瓜粉，增加我们的色泽。如果没有南瓜粉，用我们南瓜酱也可以取代。好，这个是馅料，等一下再分割。这时候呢，我们将我们手拿这个刮板去拌压的动作，这是手粉。我们一样手去把它压推。好，谚语这个动作非常的重要哦，跟观众朋友分享哦。很多这个新手呢，在做烘焙的时候，第一堂课都是做凤梨酥嘛，因为非常容易上手。但是呢，并不是所有人做出来的凤梨酥都好吃了，就在于现在他手中的操作的这个动作哦，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哦。我们在做凤梨酥的这个外皮的时候，千万不要让这个面粉出筋哦，都是用这种按压的。好，你不要拿到这个搅拌缸里面去搅拌。然后我们必须拌压到酥松的感觉，然后压到一样没有看到粉。好，就是一般我们的食谱上面会写没有粉气哦。对。好，我们皮就完成了，等一下就准备分割。都不需要浸渍吗？不用，因为等一下的绝招在搓的动作，我会教大家一个动作。好，我们今天做8颗凤梨酥。OK。我们这个把它搓长呢，一样中间线先画下去，再放。2、4、6、8，好 ，OK 就切。我们皮是抓30公克。然后用手去大概抓一下感觉。好，我们现在分割完成了。然后刚刚说的重点呢，就是我现在要准备操作的动作了。OK， 就是要包这个，把馅料包进去。第一，要搓。哦，是哦，不是说不能搓吗？然后你会看到颜色不一样哦。哎，真的耶，变比较白。对，它这时候呢，你做出来的凤梨酥的口感就不同了。一般是打发，我们就有手的温度一搓，搓出来它吃特别酥松，里面是软的。所以为什么要加蜂蜜？是有它的学问在里面。好了，他现在这样子讲都不准了。等一下他烤好之后呢，我来吃吃看啊。对，然后之后呢，这个像握寿司一样，这样把它给压合。哦，变成也是有点像那个。这条线放上面，将它放中间，是中央山脉捏出来，双手压下去，元宝就出现了。哇，这是倒是蛮特别的很快速的做法。好，继续啦。
所以很多以前我在做凤梨酥的时候啊，那有一些美国的朋友都跟我说，哎，那你这个凤梨酥不是要我们有所谓的这个模型吗？对啊，四角模。你可不可以帮我买模型啊？然后我说，哎，现在模型不是只有正方形哦，还有这个梅花的形，什么造型都有这样子。然后其中有一个朋友他就说，哎，我最怕买这些东西了，因为我很怕呢，我现在喜欢吃凤梨酥，对，过不了多久我大概喜欢别的，那买这个框框怎么办？他就说有没有办法做成凤梨酥，但是不要有框？我说当然可以啊，你就不是做一个像球一样嘛。哎呀，但是今天呢，老师带来的这个元宝型的这个做法呢，我如果在美国看到这个节目，我相信他会很开心哦。因为毕竟呢，凤梨酥它是一个名称啊，那你想任何造型呢是随自己创作，然后这模具是因为它可以让它撑上来，对，要不然这样子烤不会变形吗？不会啊。哦，因为很多人在烤凤梨酥的时候都会爆浆啊。爆浆是因为内馅滚它会爆浆，会找一个洞冲出来。然后我刚刚在搓就是把它的所有食材融合在一起，所以它延展作用出现之后，它稍微把这皮给抓在里面。哦，所以你这个不会爆浆？如果是烤过头也会，因为基本上这个动作大概超过15分钟至18分钟，任何的配方都会爆。15分钟至18分钟拉出来，松弛冷却大概30秒至1分钟，再放进去，就是让凤梨酥不要爆的方法，就稍微拉出来，让冷空气进去之后就可以。好，就好像我们蒸馒头一样啊，你稍微开一点这个缝，对，让它呢这个热空气啊不要一直都聚集在里面，让它要有一个透气孔啊，就像我们偶尔呢要去户外有没有大喊几声一样啊，泄压一样啊，这个凤梨酥也需要泄压哦。所以呢，我们在烤凤梨酥的时候，刚刚张老师呢就跟观众朋友提醒啊，如果你怕它爆浆的话呢，你在烤的过程里面快熟的时候，是不是？大概15分至18分，基本上内馅可以撑15分至18分，它就一定会爆。哦，所以呢，在那之前，你稍微把烤箱打开吗？产品拿出来，把产品拿出来，大概30秒之后再放回去就可以了。让它不要那么火大了。对。好，这样基本上要烤多久？大概是烤20分钟至25分钟，180、180。那如果怕它爆呢，15分钟拉出来，等个30秒至1分钟再放回去。像我们的刚刚烤的凤梨酥啊，拉出来啊，我们再换个方向，再给它进去，这样比较均匀。好，那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呢，马上的20分钟就到了。我们将我们的凤梨酥出炉。哇，元宝包，好可爱！我第一次看到这种造型的凤梨酥哦。因为加个叠字呢，就是比较年轻族群都会喜欢。这个作品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大概这样完成要多少时间？大概要7天的时间。一直做，那不是会坏掉了吗？一般我们做完之后进烤箱烤，大概30分钟，拉出来冷却再进去烤，重复动作大概不下数十次，就是把它烤干。就是它成分只有水、面粉、糖跟盐，就是一个单纯的面包的素材而已。那你这个作品做到现在多久了？4个月了。4个月了，怎么没有发霉呢？基本上呢，它糖盐比例重的面包体啊，水活性又低，它可以放很长一段时间。它只怕蚂蚁、蟑螂、昆虫去咬它。它为你得了几项大奖呢？大致这是一样，艺术面包奖。哦，我这次比赛要比3个，一个是团体的，我负责甜点类，也是金奖。那艺术面包也金奖，再是欧式面包。哦，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财神爷呢，给我们燕语也带来也很好的运气哦，让他马上发哦，一口气报了3个金奖哦，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啊。